而家喺倫敦、紐約或者巴黎出版嘅大報，每日都要喺幾個鐘入邊出至幾百萬份發行。要印咁快，就要有捲筒柯式印刷機。由送紙到將報紙摺起都唔使停機，仲永冇失拖。捲筒兩個字就係嚟自紙嘅形態。報紙要印嘅量咁多，最快最平就一定係用呢種方法印。11公里長嘅紙，40分鐘就印完，連換紙都可以唔使停機。每秒足足會有成10頁紙經過呢組印咗，全靠有呢一系列嘅滾筒，部機先可以又快又準咁不停出紙。睇下原理係點？真正嘅印板其實係一塊捲住滾筒外圈嘅彈性鋁板。如果行近啲睇，就會發現好平滑。但係點解塊印板上邊冇凸紋都印到嘢嘅咧？水同油溝唔埋嘅特性就係關鍵。鋁板面有一層可以吸收油性印墨嘅特殊薄膜。如果而家咁就上墨嘅話，就只會印到成版黑色。所以就要用紫外光將4版報紙嘅數碼影像打喺呢層薄膜上邊。俾紫外光照到嘅地方就會變硬，而冇俾紫外光照到嘅就俾化學藥水整走。有感光劑嘅金屬印板，咁就預備好啦。一裝好塊印板之後，佢就會喺滾筒度吸收油墨同水，硬化咗嘅薄膜會吸收油墨，而其他部分就會有一層水。等唔使印嘢嘅地方唔會有油墨。而家嘅印板已經印得嘢㗎啦，不過唔係直接印紙，如果唔係就會蝕得好快。印板俾人捲喺呢個滾筒，啲墨跟住就會轉印落另一個叫做膠布嘅滾筒，之後再轉印落去張紙度。所以都有人會叫呢種做間接印刷。而家要印雙面，所以捲紙就會夾喺兩組印板同滾筒之間。每塊印板一次印到4頁，即係個滾筒轉一次就印得出8頁，需時只係1/10秒。全部都係黑白嘅，咁啲相又點咧？部機係點樣印到灰？啊，唔係，灰係印唔到嘅。咁原理係點咧？啲相會俾人進行網點處理，將灰色串成叫半色調嘅網點。網點排得愈密，睇落就會愈黑；拉開網點嘅話，睇落就會似灰色。彩色都係咁樣印嘅。如果加埋黑色落3原色，即係青藍、洋紅同黃色度，咁就調校得出所有顏色。原本嗰張彩色相會俾人分成4塊半色調板，3塊各自負責印一種原色，最後1塊就印黑色。部印刷機會加彩色油墨，之後唔同嘅網點就會逐層逐層咁印上紙。只要每層都對準位置，我哋嘅錯覺就會將網點睇成順滑嘅顏色。呢部印刷機有6組印座，高嘅印座有4組滾筒，可以印到全彩色；細嘅就只可以印到黑色。捲筒嘅紙會經過印座，最後就會嚟到分頁機。分頁機可以分頁、摺好同裁好啲報紙，再送佢哋去搭起紮實。每分鐘可以整好500份。捲筒柯式印刷機示範咗乜嘢先係新鮮滾熱辣。就算嚟到數碼時代，
要印得多、印得快、印得平，呢部機都算係第一。